杏花绽放，梨花如雪，百花吐艳，大地复苏。麦盖提迎来了明媚的春天。美丽的刀郎湖，碧波万顷，波光粼粼，飞鸟成群，轻舟荡漾。刀郎人身手不凡，独木舟高点涟漪，沐浴着晚霞金色的余晖。湖畔烤鱼缕缕青烟，那是刀郎人享用原生态美食的亮丽风景线。金秋10月，千年胡杨林层林尽染，秋景灿烂。骁勇刀郎人，雄鹰展翅，马蹄阵阵，一路驰骋。叶河美景，绿水掩映，红柳滩头，飞马扬尘。刀郎骑手，英俊剽悍，刀郎羊群，膘肥体欢。沙海浩瀚，绵延起伏，流畅着光影的魅力，变换着柔美的曲线。刀郎穆卡姆和刀郎麦西来府是魅力维吾尔文化的奇葩，是刀郎人的骄傲和精神家园。刀郎穆卡姆融歌舞乐于一体，粗犷豪放，激情四射，舒展优美，与大漠风光情景交融，与自然生活和谐融洽。这里是穆卡姆岳母阿曼尼沙汗的故乡，这里的人们能歌善舞，热情奔放，会说话就会唱歌，会走路就会跳舞。人们用歌舞表达爱情，传递友谊，庆祝丰收，分享幸福。刀郎麦西来府更是以歌舞、说笑、杂耍、表演等联欢会的综合方式，无所不能地表达各种各样的相聚主题和现场人们的交融情怀。刀郎穆卡姆和刀郎麦西来府代表着刀郎人的感情方式和生活方式。刀郎农民画和刀郎绣是根植于大漠风光和刀郎风情的艺术瑰宝，色彩艳丽，想象丰富，感情厚重，淳朴自然，手法创新。刀郎之乡也是全国知名的4大农民画之乡。绵田万亩，云卷云舒，大地晶莹，白雪如铺。麦盖提县作为全国知名的优质棉生产基地，迎来了棉花种植的丰收季节。棉垛如雪山，平地起壮观。受大漠气候影响，白天艳阳高照，夜晚凉爽宜人，最大昼夜温差20度以上，非常有利于各类干鲜果品的生长和糖分的积聚。由此，这里被称为瓜果之乡、红枣之都。50多万亩各类红枣成为全国高端优质红枣的原产地。现代化的红枣加工企业，环境优美，设备先进，管理科学，加工精良。其他各类特色产品品种繁多，品味上乘。
红枣加工和棉花纺织业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，全面推进了麦盖提县现代工业跨越式发展。武征现代农业示范园取得了温室种植的巨大成就。红帮企业为农业浇灌和沙漠绿化工程作出贡献，大磨坊酒业出身名门，生态佳酿，醇香宜人。这里是心的凝聚，这里是情的汇集。刀郎文化广场是民族团结的象征，是和谐共荣、欢乐祥和的地标。麦盖提县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，举办了央视乡村大世界、新疆卫视掀起你的盖头来、塔克拉玛干的婚礼、院士春秋论坛、祝愿世界和平撞钟仪式等各类大型集体活动，创建和谐社会，促进民族大团结。绿树成荫的刀郎公园，如同镶嵌在麦盖提的翡翠碧玉，郁郁葱葱，是空气清新的天然氧吧，为晨起锻炼休闲的人们释放能量，吐故纳新。科教兴县，实践兴学，理论结合实际，刀郎双语学校成功培养一代又一代刀郎儿女。水花飘舞，音乐喷泉，霓裳缤纷，华灯初上，广场上空乐曲回荡，轻歌曼舞，处处呈现欢乐的海洋。瀚海明珠麦盖提，经济腾飞，各项事业全面发展，城市建设日新月异，街道整洁宽敞，全民共建100万亩防沙林。刀郎世界和平公园气势恢宏，体现了麦盖提热爱和平、和谐稳定的主题。高标准推进基础设施建设，高速公路纵横交错，叶尔羌河大桥飞架，为县域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。这里的风光独好，这里的人情盛美，这里的瓜果香甜，这就是刀郎之乡，红枣之都，旅游之城。昆仑圣水写华章，刀郎儿女祝辉煌，麦盖提的明天更美好。